天主教小學第 N 屆校運會。呢個行為係唔啱㗎，就算有人跌親，我哋都要為佢打氣。我輸咗啊！唔好喊啦，加油就得㗎啦！就算輸咗比賽都唔緊要，最緊要玩得開心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。跑得最慢都要堅持繼續跑，要有體育精神啊！到時3月19號準時見大家。地方係灣仔運動場，我哋一定要聽老師嘅指示，唔可以隨便自己離開場地。最記得喺看台上面守規則啊！大家記住有體育精神啊！同埋團結精神。